Hello，大家好啊！呢一集嚟同大家講翻英皇嘅 promo 啦，係啦。咁呢一個月嘅 promo 就都吸引嘅。第一就開戶口交易就送 iPhone 17 Pro 啦，咁送1 TB 嘅。咁呢個係迎新一啦。咁迎新二咧就係講緊香港飛東京嘅雙人來回機票啦。咁兩個活動咧係可以疊加嘅。咁就大家如果要開戶口嘅話咧，就落翻個推廣碼落去啦。到時開嘅話有唔明就可以問翻我啦。咁另外仲會有一啲叫做額外即係唔定時嘅快閃嘅活動。咁大家有睇開我 YouTube channel 都知道啦，就英皇係不嬲出咗名，佢近呢一年咧係多咗好多 promo 係送嘢俾客嘅。咁所以就變咗，如果大家對於英皇呢邊嘅 promo，譬如話將來要攞演唱會飛又好或者其他嘢都好，其實大家可以開戶口同埋升埋 VIP 嘅話咧，可以攞到嘅嘢就會係更加之多咯，係咯。咁就呢一集就嚟到呢一度。